咱今仔日上帝陈牧师带来信息论述方，咱做伙恭敬来听。咱搁一届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敬人伫你的面前，我要食你所赏赐互我的话，就是阮灵魂中间的美牛，互阮的灵性若加天，互阮心性若谦卑，互阮摒甘家己承受上帝的话命。伫阮的生命中间，阮渐渐明白，阮无才调离开上帝，因为离开你，阮无才调做啥物。阮心中有侪侪想法，总是阮也无我靠圣神的感动，这个想法拢是空空着我。主愿你来帮助阮，我为了阮的家庭都无一切，总是阮也无将阮的家庭设立伫上帝平安的宝座四周围时，阮的家庭常常拄着恶等等的事。主恳求你差派天使天军围绕伫阮的家庭四周围，互邪恶无才调遮久远，互欺骗无才调遮久远，互三听伫阮的家庭中间渐渐成做阮家庭的记号。帮在生活教会哪来哪永驻，灵魂真应伫上帝面头前有名有分。主恳求你帮助阮是生活教会，主我代表阮所有一切对你来献上感谢。愿你伫天顶的宝座接纳阮所有的敬拜，愿你引带阮，帮助阮。愿知你是真，你是我，你毋是一个口号，你是真实的上帝。主阮伫遮完全恭敬，愿你赐福帮助阮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有一个人买一台新车，然后载伊所有的家庭的成员，讲要去佚佗。结果伊台车驶无偌久，突然熄火去。熄火去了后呢，我规个家庭的人拢来刹车，会若刹，会若感觉奇怪，这台车新的哪会袂发？最后3、5点钟了后，这个司机先生就是头家吼。这个翁吼，因这个翁，但因某讲，我知影，我知影一个足重要的道理啊。啥物道理？无怪卖车，讲这台车足省油啊，你要用啥？但你这位车有油，才会走。你的人生要有信心，较有气力。伫圣经内底，你若将咱的圣经来掀开，你会发现内底有2贯册，39、27加起来是66卷经书，39是旧约，27是新约。旧约加新约，伫教会中间常常会讲一个足重要的道理，叫做新甲旧。这个新理是咱的教会中间常常咧讲。这个新，你若用希腊文咧看吼。有2款的字会使代表咱中文的新，一个叫做 neos， 这个就是新车、新牛、新厝，也是新油，完全捌用过，毋捌出现过，头一届咧叫新啊。另外第2个字叫做 kainos， 这个是啥物意思呢？过去是旧的啦，但是吼，甲整理了后，佫会使用变做新的啦，安尼叫做啥物？迎新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这个新理吼。马太福音书9章16节到17节有一段经文讲吼，无人会用新布补旧衫，因为所补的迄块会救伊迄领衫，伊的破空搁较大。人也无用新酒底伫旧皮囊，若是有旧囊咧酒漏，囊也煞歹，独用新酒。放伫新皮囊，就2项拢保全。这段经文中间吼，那华裔的是安尼讲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新酒，迄个新就是第一个新，毋捌出现过，迄个新。咱来知影吼，这个意思是新酒的意思，是圣神的意思。
然后迄个新的批容，迄个心理是更新的意思。基督徒爱有两款的心，一项是圣神的新的画面，第二项是你的新的生活甲文化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咱领受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恩果、上帝的灾难伫咱的身躯顶，总是你的生活若是旧的，迄个恩果会流掉无去，然后你家己受到损伤。所以你会使看到有足侪过去，互上帝大大使用的人伫美国、德国、俄罗斯足侪所在，上帝互伊足大的恩果，总是伊的性命扛袂去，最后犯罪失败。咱会使看到足侪传道者是安尼，为虾米会安尼？因为伊的生活无配合着伊的新的信仰，所以花去啊，连家己嘛受损啊。基督徒爱了解这项事，咱甲上帝求新的画面，咱的生活嘛得咧转变，这是足重要。所以，毋是所有的画面的代志拢交上帝尔，咱本身嘛爱配合。所以，咱需要去理解。影响咱上多是文化。过去，你伫庄社，你伫你的家乡，若拄着你的好朋友相少两个时阵，你拢会问啥物？食饱未啦吼？是毋是问伊食饱未？大部分拢问伊食饱未啦吼？你来教会拢解做啥物？平安。啊头来笑，歪歪个笑一下，那会变这啦吼。文化会改变一个人的习惯。咱的教会影响人上济是咱的文化，迄个文化会互咱只做迄个文化中间的一份子。比如讲，你若去韩国，你久你就会晓食泡菜；你去四川久了，你就来食咸啊；你去台湾，你就会食白米饭，因为咱的文化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你若来到伫一个文化中间久了后，浸久了后，就拢共款。所以亲像啥物文化，亲像啥物，有人安尼解说，亲像卤味啦，所有物件豆瓜啦、海带啦，拢做伙来卤久了吼，拢共味啦。那个文化的大染缸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会使知影，影响人的是文化，毋是真理哦。真理是咱直接咧讲哦，但是你出去外口咧生活的时阵，你是照文化咧生活。啊！你代志足严重了，所以咱需要去理解，你要将真理变做咱的文化，互咱会使伫生活中间活出真理。这确实咱爱努力的。啊，若无咱真理是放头壳，但是咱的做法想法其实是照咱的文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有一个愿望，咱的生活教会啊，真做有祝福兄弟姊妹的文化，彼此祝福真做文化。毋是看伫咱的圣经内底讲哦，耶稣祝福人，咱本身嘛爱活出迄个祝福人的文化。来，咱来隔壁来讲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咱的教会爱真做彼此祝福的所在。教会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地方，它不讲太多的悲伤，它讲的是喜乐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面下来。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咱来知影讲，上帝囝拍赢死亡，咱是伊的学生，咱有一天嘛，甲你共款会得到上帝的恩果甲帮助，咱哪有一款的愿望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文化最重要，所以你爱知影，若是活伫一个批评的文化中间，大家人拢学会晓批评；但是若是活伫一个彼此祝福的文化中间，咱大家人拢会晓学晓哪成全别人。祝福的意思，伫圣经内底常常拢是成全伊死命中间需要的迄项，无拄拄是伊想要爱，但是你知影伊真正需要这，所以来伊祝福。我有一届伫山顶去主持一个个别礼拜，迄个个别礼拜是无啥物啦，但是吼，迄个众医社的员工甲我做感动，我嘛甲做者人讲，这个就叫祝福，这个叫做成全，什么意思？众医社咱咧办个别礼拜时，大部分无伊的代志嘛。除了是哦，比如讲咱的礼拜做刷口入来服务嘛吼。但是我伫台中迄边的众医社毋是安尼，因爱专程参与礼拜，包括唱圣诗，包括啥物，包括咱爱献花，伊遮拢全部参与伫中间。
互我感动的是啥物？苏琴吼，伊外口咧弹琴啊，一阵风吹来吼，伊咧唱圣诗吼。迄个众声人感受着一阵风了，伊看到迄个弹琴的，迄个谱要飞去啊，咱会安怎想？甲我无关系啊！甲我无关系，弹琴歹用啊好，会较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伊若飞，我就甲讲，后摆加用哑巴更较好，毋通安尼。但是即个人毋是安尼做，伊一支手就拉花咧，害伊的谱无飞去。迄个苏琴倒来然后讲。我好想嫁给他，他救了我一命。你知道意思吗？你知道意思吗？有的时候我们的帮助不要讲那么多道理啦，修这道理啊，伊迄个时阵需要啥？那个心转嘛，伊咧弹琴就无手啊，难道用头去顶吗？不可能啊！所以啊，你亲为咱怎样？迄款体贴，迄款温柔，应该爱出现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。所以咱咧侍奉的时阵。毋是人看讲你对做无好，是伊做无好，你就知讲伊就无法度啊，你就记得斗相共一个，这就是心转。所以咱要有即款的心，啊，若袂晓，咱搁来请老师，互咱提悬咱的程度，咱要有即款彼此心转的事甲文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经文以马太福音书24章45节又讲啥物？其水是尽中智慧的路国，主人所设立来管伊家内的人，通照时分米粮互伊。我最爱即句经文，因为即句经文你来用和合本来看，伊是安尼写的，伊是讲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谁是忠心又有见识？忠心最重要，主人交代一个人去做代志，大概拢有做甲好势好势啊。这个人叫做忠心，赚的钱拢有交转来，交代的事拢有完成，嘛无偷工减料，嘛无黑白走去抹灰。这款萝卜，大家人拢做意爱，咱下面有这款的属相，很忠心，随传随到，而且还帮主人想，这个是忠心。有见识，什么叫做有见识？就是伊知影是非，伊会用伊的智慧去判断所有对伊讲的话甲事实有合无合，而且对着时代。忠心有见识是耶稣爱，但是咱来问一个问题：实际上情形绝对毋是安尼啦。那经文安尼写，表示基督徒毋是安尼。基督徒会分做两款，一款叫做忠心无见识。一款叫做无忠心，真有见识。这造成教会两款问题。一款就是我好忠心哦，所以很多事情就造到最后咯，教会变成迄个社区内底上落的啦、上旧的、上无进步的所在。忠心无见识，对袂着时代，会互教会甲社会脱节。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若是一个无忠心，但是做有见识、做有才华、经济能力阁做好的人，伊咧换教会时阵，你想会变做倒一款？伊会将教会变做是个人得到利益的所在，所以我用诗字来讲，叫做结党营私。所以基督徒最后会变做这两项，原因就是没有平衡，忠心有见识，两个都要有啦。所以我会使去拄到某一位小丢了吼，伊去7-11买报纸，伊咧买啥物报纸你知无？我毋捌看过80几岁咱的兄弟吼买《经济日报》，伊老讲社会上进步的都是经济，所以爱买经济日报。好，我听了足欢喜的，伊嘛知影经济是咱社会的进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时代吼，拢看会出来，爱有见识，足重要。咱嘛了解，咱的做者信仰的珍贵，一世人投入一个中间，伊是用忠心咧服侍主，所以这两项拢爱加做伙吼。所以咱伫遮爱彼此来勉励。有当时啊，咱咧服侍的时阵，受到侪人的批评、无理解、误解，足正常。所以咱有一寡伤痕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迄是因为咱无了解上帝和咱的功课，本钱都爱经过遮的。所以有的人甲我问讲，做牧师看起来无轻松，为虾米你要继续做？因为我知
我有一个更较大的任务，就是我要回去甲耶稣讲，你交代互我的功课，我伫国生有做，我伫生活我嘛会做。对我来讲，上帝是真的，所以我需要交分送互伊。有一天，我会化作头粉，回归自然。可是我的灵性要回到神的面前交账，所以我需要尽力完成神的托付跟功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毋望你伫上帝面头前真正得到肯定而乐，而且管你搁较多，上帝互你搁较侪宽屏、属世宽屏、属灵的宽屏拢共款，互你搁较多时阵，请你这两项拢爱有忠心、有见识。所以咱伫遮爱了解吼，有一个人讲吼。如果你想要前进的又快又远，请轻装上路，卸下你所有的嫉妒、羡慕、自私以及眼泪。有当时啊，咱常常伫服侍中间会流目屎；有当时啊，咱伫服侍中间会感觉讲啊，别人都无遐遮高，有啥物甲人拖下声，我会较少，伊会较少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激动，那个是人性，这个先拿掉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使命，就是荣耀上帝啊！所以咱来因跟上帝，迄甲放做第一位的时阵，才会渐渐拢会过去。所以咱来心情健康，咱渐渐就会晓去听、学习，就不会排斥。那不愿意学习、讨厌沟通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被人家批评。所以咱来知影吼，咱的鼓励文化。祝福的文化一定爱形成，互咱的生活教会将来比过去更较水，就是因为咱会晓祝福别人，祝福咱家己的兄弟姊妹。继续我要来讲，教会需要有一个方向感，教会要有方向感。亲像车共款，你袂使驶车出去，你毋知你去对啦，路袂走，你就了油尔。所以咱爱一个方向感。教会有一个方向感，我嘛甲恁做一单工分享过。教会有分成3个形态。现在有一个德国的学者叫施瓦茨，伊用足侪年的时间研究全世界差不多8000间的教会，伊将教会分做3款。第一款叫做敬拜创造主的这款的教会，就是这款的教会会做注重社会、科学、公益这的制度。咱的丢了教会就是属于这款注重创造者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二款的是强调主耶稣。你会看到有做者福音派的教会，伊做强调圣经甲拯救的道理，这是福音派。第3项叫做灵恩派，因常常看重的是圣神，迄个自然、超自然的显明。然后，互人性命自由，迄叫做灵恩派。不过，我要甲咱讲，这3个拢有风险。比如教会过去，因为足强调这项啥物创造缔造的世界这个观点，所以伊渐渐会较无原则。只要解说会通就好，你有感受到。做这代志，只要咱解说会通就好，那个叫做调和主义啦。就是咱有做事，咱解说会通就好，拢爱人去做，咱毋免遐济原则，迄是咱的风险。第2款，你若福音派，伊嘛有风险，伊的风险是一对，伊的服侍做认真服侍到一个程度，过度去了后，伊会变做用圣经当基础的教条主义，伊会变做安尼咯。过来第3项，你若是伫灵恩派中间。做浸足久的，你会发现足奇怪。伫灵恩派教会内底，啥物款拢讲着灵的，拢无讲着其他因素，什么都是灵，变成唯灵论。所以这3个都有风险。我需要跟各位解释，这3个的风险都来自于什么？缺乏爱加倍。这3款会安尼，就是讲安那欠疼，迄个上帝互咱的迄个阿加倍无啦。无伫中间追求，所以变做无去成全上帝所赏赐的画面，就是咱无赏赐，无去成全咱的兄弟姊妹欠过，没有了爱，亲像咱伫哥林多前书13章咱的启文所读到的同款，你做做济，但是你无仁爱，逐项拢毋是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，教会若真积极咧服侍，袂使离开
袂使离开你外，所以咱伫遮爱了解。C.S. 路易斯对咱所有知的这希腊文四字疼会伫中间来做定义。伊讲，男女之间有爱，男女之间有爱，父母跟亲子之间也有爱，朋友之间也有爱。这三个爱都是爱我们自己所爱的。你就很喜欢他，你就要跟他在一起。他就是你儿子，他就是你女儿，你很爱他，你就对他好嘛。只有一个叫阿嘎佩，上帝的爱，圣爱，他是爱那种不可爱的，不可爱的他也爱，可爱的他也爱。所以咱的经文，咱来用这个定义来看时，你要回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吼。我今天的投影片就我放一下。哥林多前书13章，我另外的翻译吼。来，咱这位大声来看来。属灵的爱不会随便发泄愤怒的情绪，会保持长时间的冷静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。这种爱不会随便嫉妒别人，也不会自吹自擂，瞧不起他人，不粗鲁，不会自私，不急躁，也不记仇，喜欢真实，不喜欢不公平。这种爱就像房子的屋顶一样，包容屋檐下所有的人，对人保持信心，对事情保持乐观，遇到困境坚毅不拔。属灵的爱不会害人跌倒。听你姊妹，这我翻译的，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翻译，哥林多前书13章。用这个角度，我想大家看到有袂粗鲁、袂嫉妒，迄款听亲像。咱个厝顶挂同款，好人歹人，高水无高水，老的少年的，全部拢伫厝顶下骹，所有的事都包容的。所以阿卡贝是这款的意思，咱来知影咱的服侍，若是有这款的程度的时阵，咱的做事会无相像。所以咱伫遮爱了解，约翰一书第4章18节到19节一段经文讲：伫听的内面无惊吓，独独焦整的听，赶出惊吓。因为惊吓就有刑罚，既然惊吓伫听，袂有济存，咱有听，因为伊大心疼咱。上帝用阿卡佩疼咱，咱嘛爱用阿卡佩疼咱的兄弟姊妹，包括迷信的、无了解的、无果水的、得罪你的，咱爱努力拍拼试看卖。惊吓是基督徒咧服侍的时阵一个足大的暗伤，因为。惊伫内底不一定会表达出来的，但是迄个惊，互咱渐渐感觉讲我好害怕哦，我来做长子会不会怎么样？那个害怕里面就少了爱了。如果我们的教会开始会成全出来服侍的人，他的需要成全他们，咱的丢热技术，那有嘛家己姊妹做伙来参与事工，咱就尽量出来用行动来支持。伊咧做领导者的时阵，伊就感觉做心安的。伊袂感觉讲做重大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用行动来宣传教会事工是一个足重要的事。我要用举一个例吼，你有注意看到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时代开始拢足惊的巨人，亚纳族的巨人怕得要死，12支派里面有10个支派看到那个高墙大汉的这块的巨人吼，大家都讲要甲伊相拍，绝对输的，咱吼。来选好啦，甲咱两个支派讲会使拼，迄两个支派咧，一个是约书亚，另外一个是啥物人？咱等去查看下，迄个是老而弥坚的，迄个最厉害啊！吼，所以咱来查看下，兄弟姊妹，这两个支派伊无惊巨人，但是10个支派惊巨人，害怕巨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传统。最后这个害怕谁解决了？大卫。足巧，大卫。大兵做囡仔时阵，用石头牵死哥利亚，这个惊吓就消失去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去理解，大兵伊无穿扫落的战甲，嘛无举扫落的刀，伊拢无用别人的方法。虽然扫罗做王，
伊当然爱听伊的，过来年纪比伊较大嘛爱听伊的，理论上是安尼啦。但是伫大兵的心中有一个更大的快乐的来源，就是上帝听甲上帝的同在。他知道此战必胜，伊知影上帝训练伊虽然咧顾羊，但是伊就是为了今仔日，伊较会伫顾羊的生活中间拄着遐尔济豺狼野兽，伊要用石头拍赢哥利亚，进前伊就爱甲羊仔保护好。所以伊无要用别人的方法，伊的兄个人的嘛无爱管伊。你有看到伫这经文的记载内底，大兵袂惊，大兵因有上帝听，所以袂惊。所有以色列人看到哥利亚拢惊到要死，所以呢，大兵打败哥利亚了后，将迄个勇敢还予其他以色列人，迄阵以色列人大赢。伊头一秒搁咧惊，后一秒算袂惊，安来安尼？因为勇敢会传染。之所以勇敢，是因为神有爱给我们，所以咱而家学生彼此来鼓励甲造就，愿上帝听甲咱三个同在，咱而家三个阿头来祈祷。至诚的上帝，愿你来帮助阮，我要伫遮恳求你来引带看道赐福。我有侪欠过，愿你来成全带领阮。我伫遮恳求你，亲像大笔共款。阮伫侪事的中间无惊吓，因为阮彼此相听。愿你引带看道赐福，阮的祈祷感谢，我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